演員這份工作其實比較被動一點，然後就想說好像可以自己來拍點東西，自己來做一些什麼，對，然後加上因為剛才講夯嘛，然後就想說，好像可以用客語來拍一些有趣的東西，對，然後可以讓大家知道說，哦，這個是我的語言。對，然後像我之前有拍那個 Ruby 獎的客語版，然後跟大展宏圖的客語版，對，然後想說讓大家知道，雖然有些人聽不懂，但是他們會覺得，蓉姐你講客語聽起來很有趣哦，這樣，就讓他們認識。大家有給你哪個印象很深的回饋嗎？因為像 Ruby 獎裡面，它有一些就是可能比較難的字，像是薄荷，你講它會用辦公，或者是巧克力，你講它會用辦公，然後我就想辦法硬翻，把它翻成客語，然後大家就會覺得哇，原來巧克力講它走在講巧克力，對，或者是薄荷講薄荷，對，像這樣子，他們會覺得哦，好有趣哦，好酷哦，這樣。剛兩位一開始跑路上班，我用韓法來跑，沒有法。應該是其實這樣比較特別吧，因為應該沒想講說哦，大家都要拍一樣的東西，對。但是如果說我現在知道說這個在流行，那我把它二創，有點像二創，我直接用客語再把它二創出來，看能不能碰撞出不一樣的火花。如果要求自己講比如講，如果你們可以一周幾更啊？萬一要求自己要做2件事情，應該是其實應該會做2件事情啊。我們跟目前還動漫系，對，還沒有。佛系也是一種方式啊，比較佛系一點。你有沒有印象係本來想要做，後來放棄這一年？有，因為從之前又該那個上車舞很紅啊，對，然後因為它又是台題都很容易念，都是用語言嘛，對，然後就是用一些節奏跟語言，但是因為我一直看因為想說如果那個沒有搭配舞蹈，看起來又怪怪的對上車舞我可能有解釋戀愛如係老人家，如係有人去編一段簡單的動作，係冇錯，搭配呢會唱簡單的歌，因為你係想要用更加已經去實行的東西，二創，對，變做客語版，對，中間人都會感覺然後做起來好像有一些難度，對，有一些難度，然後或者是覺得做起來好像有點太彆扭了，對，就是好像沒有辦法，真的跨過心魔的那種感覺。